来关心要提升台铁行车的安全，台铁局即摆有推出司机员违规记点的制度，若是弄红灯，也是过站无停，也是超速开伤紧，拢爱互记点。若是有7点，就袂使阁做司机员。这制度已经对10月初3实施甲单，即摆有4个司机员无守规矩，互记点啊。 台铁司机员担负所有乘客安全的重大责任。为着强化司机员管理，台铁局参考交通部违规记点制度，若司机员违规红记点，用累计制。经验了解，若是停车位置不当，无顾记载乘务记1点；若过站无停，也是列车摆尾记2点，严重1点啊。若超速，也是弄到指冲动，会红记3点。只要记满7点，就永远袂当塞车。真正要累积满7点的几率，真的不容易的。 那当然，这个不容易的情况下，我们为了安全，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打折，所以说在这个7点呢是用累计制。 是不是可以有这个司机员去救济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如果司机员这边主张他是这个设备或是硬体设施或者台铁自己的制度问题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完全的归责在这个司机身上。台铁3讲认为，台铁局爱说明清楚，司机员伫倒一款的状况之下，无应该互救济。伫司机员所放记点，这项记点制为10月初3上路以来，有4位司机员因为停车位置不当放记点。记点制是从现在还未消息，专家认为要提升行车安全，袂当只靠司机员记点制，是爱同步检讨。我们的硬体设施是不是原来就存在的瑕疵？这都不是乘务员记点能够解决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更通盘的、更全面性的来看待整个台铁的安全问题。台铁局表示，目前司机员拢是公务人员，记7点袂互开除，也毋过会互转调检修，也是行政工作。也毋过未来公司化改做招募，亏是明定司机员，敢是安尼无法度塞车，失去头路，也爱建议。记者综合报道。